请咱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34节，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爱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爱怎样彼此相疼。如果恁彼此相疼，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门徒。这是咱蔡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爱的真谛系列1疼，请咱共同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开始要分享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叫做“爱的真谛”。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需要的信息。我望透过这系列的分享，对咱每一人、对咱的教会有真大的帮助。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遍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阮伫你的时阮宝座前会当领受你的话，也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更新改变的快乐。主啊，阮即时静静听候。也备办好阮的心，要迎接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求主帮助阮，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叫做“爱的真谛”。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咱爱明白的是，听是咱每一人生活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甲行为。伊对无论是个人、社会，甚至到伫国家，拢有真大的重要性甲影响力。但是咱观察现代社会，改成即个疼只停留伫大多数人的喙内底，真侪人真够讲疼，但是毋是看见着真侪疼的行动伫咱的中间。所以真侪家庭、真侪社会问题的产生，拢是因为人甲人中间欠缺迄种真实的疼所引起的。所以疼的功课确实是这个世代真需要，因为咱是生活伫一个真欠缺疼的世代。如果咱若拍开报纸来看，拍开电视新闻来看，咱常常看见着真侪家庭的悲剧，看见着真侪社会问题。其实咱若详细起来分析，其实这种甲疼的行动甲理解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若问这世代的人，咱上该欠缺是啥物？其实若一个有智慧成熟的人，拢真清楚，世间人真欠缺真的疼。所以咱看见着真侪囝儿真较无父母的疼，真侪父母也真较无囝儿对有疼的回应。真侪太太感觉伊的先生无疼伊，真侪先生嘛感觉伊的另外一半无了解伊，无有疼的回应。所以这个世代是真欠过疼的世代。毋简单是安尼，有的人想要付出疼，但是因为对疼有无同款的理解，还是讲错误的理解，所以咱常常用咱家己的感觉，用咱家己的理解去疼别人，造成这疼的错误使用，也造成真侪问题。比如讲，咱中间咱有人做人父母的，如果牧师若问恁讲，你有疼恁的囝？我相信恁会讲，阮足疼阮囝，但是若问恁囝吼，恁囝可能会讲，阮老爸老母可能进步的空间阁真大，因为咱想讲，咱想要用咱家己所理解的方式去疼伊，但是因对方无一定会当接受。所以咱爱明白，就是讲，咱的信仰是一个宣扬疼的信仰。所以伫今仔这个世代，欠过真的疼的世代，也是讲人毋知影要安怎去疼别人的世代，咱教会爱负起教导疼的责任。拄则所读的经文也所讲，
讲我予恁一条新的命令，恁来彼此相听。所以相听是咱对耶稣基督所领受来的命令，领受来的命令。耶稣毋是简单讲尔，伊讲我怎样听恁，恁也爱彼此相听。意思是讲，耶稣讲我有一个示范，我怎样听世间人，恁着学习我，跟对我的脚步来听，来彼此相听。如果恁来当彼此相听，世间人就知恁是我的门徒。就是意思讲，咱若真正会当去学习相听，通过彼此相听，就是见证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咱伫这个世代中间，爱去学习听、传播听、分享听。所以这是这系列的信息上界主要的目的。伫分享彼此相听进前，牧师也爱大家明白一件事，这是因为听的对象甲性质无共款，所以有真侪无共款的听。咱必须要先明白清楚，将这无共款的听做一寡分别，才袂黑白听、乱输听。比如讲，做爸母的拢听囝儿嘛。我有两个囡仔，木星甲木奇，我是足听因。但是如果我是用听上帝的方式去听这两个囡仔，将这两个囡仔当作偶像，安尼这个听就出问题。如果一个兄弟，伊用听伊的太太的听去听真侪姊妹，就产生足大的问题啊！所以咱爱先分别听的种类，才会当学习真正的听，才袂黑白听。有一个爱尔兰的作家叫做 C.S. 路易斯，这是咱的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作家，作家，伊写真侪这的册，伊伫1960年有写一本册叫做《四种听》，所以牧师要根据这四种听的分类，甲大家来分享。牧师毋是要照这本册的内容来甲大家分享，但是我有愿望讲大家当找这本册薄薄一本册，咱来读因为这个希腊文中间为着避免这个对着无共款的听，混乱无清楚，所以有用4个字来表达听。其实咱的语言嘛有，咱的台语嘛有这款的作用。譬如讲，咱有讲爱，咱有讲听，有讲乱无，有讲介意。这无共款听的种类，咱要分别互清楚。咱今日要用这个希腊文中间有4种无共款的听的这个字。分别是 Storge、Philia、Eros 甲 Agape 这4字，咱分别来看。咱每一种听，牧师拢会甲大家分享，伊的目标伊的方向是啥物？咱应该要有啥物款的学习甲回应？第一项就是亲情的听，亲情的听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字是特别指亲人中间的听，爸母甲囝儿的听，兄弟姊妹中间的听，咱亲情中间的听。一般来讲，就是讲这种听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来产生的。当然有一寡特别的情况，有哪会产生这款的听，就是讲共同组成一个家庭。伫这个家庭中间，因为你是我的亲人，所以我听你，这就是亲情。一般来讲这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就是咱一出世就享受伫这种听中间，而且咱是透过这种听来互相学习。这种听是坚固一个家庭真重要的动力，所以家庭绝对袂当失去这种听。那失去这种听，这个家庭就出问题。但是真可惜咱今仔日伫台湾的社会中间，咱看起到有一寡家庭的核心价值被破坏，就是讲这种听的方式被破坏，直到产生真侪问题。所以咱看起到有真侪家庭的亲人，因互相无关心，甚至互相无往来，甚至到落尾是互相伤害，彼此用歹来款待，这造成真侪人伫人格顶面的伤害，这是互人感觉真艰苦的。特别是咱若拍开这电视媒体还是报纸来看，
常常真侪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即种疼无去用彰显，无去用重视。所以咱每一个耶稣基督门徒，咱嘛爱开始学习即种疼。啊，关系即种疼吼，咱来培养的目标甲努力的方向，就是亲密啊。亲密是即个疼的要义。牧师要分享两项，咱若即两项来记牢伫咱的心肝。第一项就是咱来亲密去分享甲分摊，就是咱来明白咱的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无论咱这组织的成员是啥物人，咱互相分摊即个家庭的责任。家庭中间所有的代志拢是大家共同的，毋是讲单单某一个人爱负责，咱也有即款的共识。咱父母咧疼囡仔，咱就讲啊，这家庭的大多数的责任拢伫我的身上，咱毋通安尼做。咱爱互咱的细囝、家庭所有的成员，咱共同来完成家庭的所有的代志。我感觉伫家庭中间共同来完成一件事这是咱对这件事亲密的真好的操练。昨昏我甲明雪长老有机会去到汤圆的即个龙潭的所在，因为咱有156位大人囡仔咱伫遐办即个亲子营，牧师特别去来看。我去遐的时阵因大聚会已经结束，拢分散出去。迄段时间叫做啥物？就是叫做亲子的时间。所以咱的干事特别讲，牧师因即摆亲子的时间你起来偷看看卖，看因敢有正亲子做伙。因为有的人亲子的时间老爸老母做伙去佚佗，做伙佚佗，囡仔家己去佚佗，安尼袂使。我就详细去因看，这亲子的时间大多数的家庭拢做伙，老爸甲囡仔伫遐佚佗，有的做伙运动，做伙游水，做伙拍球，安尼就真好啦。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代志，特别咱特别牧师要大家讲。咱伫家庭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叫做食饭的时间啦。咱即摆拢将这重要的时刻来忽略啦。有的人食饭配电视啊，即摆佫食饭配手机，所以一个家庭可能坐伫同一个所在，但是大家看家己的物件。这食饭的时间是大家做伙分享的时间啦。所以请大家的确爱把握。用彼此分享家庭中间的共同的责任，大家彼此分摊，这会当营造一种亲密的关系，互咱的家庭更加坚固。第二项就是爱亲密的交谈甲交流。伫家庭中间讲话真重要。有的囡仔当去到家庭伊听到的拢是老爸老母咧骂伊的话，咧指责伊的话。这款就破坏咱中间的亲密嘛，就是疏离嘛。所以家庭中间如果能用肯定的话、安慰的话、温柔的话去沟通分享，用同理的心去互相疼惜，安尼就当产生一种亲密的关系。咱有时阵咱台湾人较避暑，拢无法度去表达咱心中的心意。明明足疼这个人，但是咱拢讲袂出嘴。咱把握机会讲。你是我无顺突然间接到我后生牧师拍电话回来，伊若做发生啥物代志？这牧师拍电话一开始来讲：“妈妈，我爱你。”伊听者拢惊一跳，到底发生啥物款的代志？还突然间讲：“妈妈，我爱你。”伊讲我无顺利反应，有真紧讲：“你敢是甲恁同学打赌打输了所以较拍电话回来？”结果其实毋是啊，是因后一个活动抽签啦，抽到的你看阮偌好运就好，抽到伊就爱拍一个电话来，妈妈讲：“妈妈，我爱你，无真济够啊，我真感谢你。”阮无顺便讲，虽然这是一个活动，但是伊听了嘛是感觉真感动啊，所以来讲，无你佫讲一遍。所以佫讲一遍心肝听了足欢喜啊！所以请大家毋通忽略这个代志。牧师的生命中间有一件遗憾的代志。我伫阮妈妈的入牧室的时阵咱知入牧室有一个听书，就是讲最后爱甲亲人惜别对无？
人准备一堆花给我哒，献给我的妈妈。我献给我妈妈的时候，我目屎乱流来。我想到讲，我顶回送花给我的老母，是伫我大学毕业的时阵，因为毕业典礼有人送一束花给我，所以我将去感谢我的老母。我老母伫我9岁时就酒馆，因为是我大汉到我大学毕业，所以我来这把花送给我的老母。了后，经过10几冬，我拢无送一遍花给我的老母。后一遍送的时阵，就是伊倒伫迄个棺木中间。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把握机会，伫咱也会当表达的时阵，对咱所听的亲人表达咱的心意，通过亲密的分享甲分摊，通过亲密的交谈甲交流，互咱的家庭被坚固起来。这是咱来学习的第一项。第二项是友谊的疼。伫友谊的疼中间，这种友谊的疼是表现伫人甲人中间的朋友的关系。一群人原本都是无关系。因为啥物变做朋友，就是因为可能有时间接触，检查因兴趣相同，讲话投机，也是讲常常会当相见面，渐渐就成做朋友。所以朋友的关系是一种开放的关系。袂因为讲我甲你做朋友了，别人就袂当甲我做朋友，毋是安尼。朋友是会当慢慢增加，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较开放的关系。这是出自内心的一种感情。咱生活中间的人际关系，就是挖靠这种疼、philia这种友谊的疼来维持，伊互咱有社交的生活，有朋友带来温暖甲帮衬。某一个程度下面，这种疼是互动的，意思讲我表示我的好意、我的善意，另外一方面就来回应。所以咱伫交陪朋友的过程中间，就当透过这种交流互动。产生真好的感情，互咱的生命较喜乐、较丰富。但是咱看起着现在社会，却是滥用这个友谊，有人对这个友谊的这种疼误解。譬如讲有的人讲我是真有义气的人，所以你朋友你做啥物，我来挺你到底。叫若有朋友甚至去违法的代志拢做。像最近的新闻，咱嘛有看到，迄朋友做伙去食毒。这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咱来正确去表达这种疼。所以关系这种疼，咱来发展的方向、努力的目标，就是爱诚实正直。因为诚实正直会带来信任。真正的朋友一定要讲诚实话啦，而且用正直的行为互相引带。咱甲朋友因为彼此坦诚、诚实。对安尼去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感会当坚固迄个友谊。圣经中间讲，诚实的应答表示真实的友谊。所以一定要诚实，一定要正直。第二项就是诚实甲正直会为咱会当互咱互相帮助下面，咱的生命得到成长。圣经中间安尼讲天无天，互伊来。朋友相激励也是安尼，所以朋友相激励，彼此相帮衬。咱当咱对方有失错的时阵，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回来。当咱软弱跌倒的时阵，朋友把咱扶持起来，互咱伫这个真困难的生命中间、生活中间、人生中间，因为有朋友会互相帮衬，咱会当活了较丰富，而且生命不断成长。所以朋友的交陪一定要重视诚实甲正直，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叫做情欲的疼，情欲的疼，用这个字 eros 这个字来表达欲望的疼。一般来讲就是爱情。两个人因为互相吸引，产生疼。事实上咱一般来讲拢会对这个人较轻松，拢会避讳要讲情欲的疼。其实这个疼毋是无好的疼，
这个疼是上帝给咱的本性，其实原本就是一种祝福啦。咱若运用适当、正确，安尼就变做祝福。但是如果你若无法度准则，这种疼会造成伤害。咱看起着今日的世界中间，伫真侪传播媒体的引导、错误的引导下面，真侪人学习错误的爱情观。特别我常常伫即个电视的节目中间看到真侪有影响咱的明星的艺人，因咧分享伊爱情的看法的时阵吼，我听到真担忧啦。错误的价值观产生错误的爱情观，这对社会有真无好的影响。所以咱要学习正确表达这种疼。所以这种疼有一个真重要要件吼，咱来追求的目标方向就是专一啦。专一，就是讲咱头前讲两种疼，亲情的疼、友谊的疼，这拢会当分享。但是第三种这种情欲的疼，袂当分享。若分享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为什么爱专一？因为专一会带来性格。请大家爱注意，这种疼的对象只有一位，而且迄个对象，这位就是你，甲你伫上帝面前共同立约的迄一位。除了死亡以外，死亡将恁分开以外，若无，咱袂当任何一位其他的人表达这种疼。所以牧师有时咧证婚的讲道的时阵吼，我拢讲新人爱学3种会啦。第一，毋通袂去去约会啦，因为有个人吼，就讲已经来娶着吼，安尼一寡代志爱省起来，吼，钱爱省起来，时间爱省起来，所以无要继续经营家己的婚姻，这毋对，爱继续约会。第二，毋通袂去去爱聚会，因为来教会聚会吼，伫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的帮衬下面，咱的婚姻的生活会更加坚固。而且透过上帝的信息，会当坚固咱彼此中间的立约。第三吼，就是毋通袂去你已经死会了，就是当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吼，你想要讲要甲这人共同结合的时阵，你着对其他的人讲 no， 无其他的人无机会啊。所以毋通袂去你已经死会，所以就是安那爱约会。爱聚会，爱知影家己死会，这是3种真重要。因为专一的带来性格，性格呢，性格就带来真正的合一。如果一个人若伫情欲的疼顶面无性格，安尼伊会陷入一种痛苦的深渊，也就是伫付出这种疼的过程中间，伊心中是充满了欺骗、惊吓甲无安全，安尼伊就无法度甲另外一半完全契合啊。若袂当契合，这种疼就变质。原本就是上帝的祝福，变成做咒诅，这真可怕。所以，请大家的确爱伫这种疼顶面求专一甲性格。最后，我需要甲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疼，这疼就是阿卡贝真的疼。除了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以外，咱阁需要一种真重要的疼。这 C.S. 路易斯讲，这种疼是上界重要的。其实咱嘛明白，这种阿卡贝的疼是对咱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头前3种疼拢是人的疼，最后这种是来自上帝的疼。因为伊是来自上帝一种完全的疼，所以咱真困难用真短的时间来说明这种疼。所以牧师打算要用10个月到1档的时间，甲大家分享这个爱的真谛啊！我咧讲哇，哎呀，听遐久哦。但是牧师逐人讲，你若好好来学习，咱若做伙好好来学习，咱对这个信息中间真真正正来学习，因为这是咱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用1档来学习，靠算做是啥物？而且伊会为你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咱今日先简单来讲，就是讲阿卡贝疼，伊比较较接近灵敏啦，因为阿卡贝疼就是讲，这个人甲你原本都无关系，甲你毋是你的亲人，也毋是你的朋友，
伊甲你无共同的兴趣，根本就无啥物结连的原因，伊嘛无啥物优点会当互你介意。但是因为这个人拄着一个困难，这个人有需要，所以你就对伊产生一种怜悯的疼，你想要帮伊解决这个困难。这就是甚至讲这个人是歹款待你，对着你的人，你嘛疼伊。这伫神学上叫做救赎的疼，因为上帝对咱就是这款的疼。咱是罪人呢，咱常常误了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叫咱安尼做，咱无要安尼做。但是上帝有缘疼咱，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予咱，为着咱的罪来牺牲。咱是无可爱的人，但是上帝用阿加佩的疼来疼咱。耶稣捌讲一个譬如叫做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上介好一个例。因为撒玛利亚人甲这个被强盗拍伤的人，可能因原本底是无共款的种族，甚至互相歹款待，互相歧视。但是伊看到伊去互拍啊遐尼伤重，强强要死去，所以伊产生一种怜悯的心，要帮助伊。无考虑到讲这个人到底是啥物款的人，还讲这个人将来敢会甲我回报，无考虑这个，伊有缘帮助伊。所以这种疼甲头前所讲的疼，三种疼无共款。头前三种疼是有界限的，这种疼无界限，无考虑疼的对象，上界无可爱，上界歹，上界有瑕疵，无完全的，拢疼。这是一种白白稳定的疼，是完全付出，无求回报的疼，是上帝慈悲怜悯的疼。所以关系这种疼虽然伊甲咱人的疼无共款，但是咱有哪爱学习。关系这种疼，咱努力的目标就是领受甲分享。要领受啥？领受对上帝来的疼。因为咱知影，这是上帝的疼嘛，所以毋是咱人人性的疼。这种疼甲咱的人性有冲突，咱拢爱迄个咱所爱的人嘛，咱拢无爱迄个咱所无爱的人。但是上帝爱咱用阿加贝疼去疼所有的人，所以咱爱对上帝遐领受，对伊遐来的疼，才有气力去疼别人。然后当咱领受上帝的疼了，咱就当分享这真正的疼。亲像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耶稣对咱讲：“我予恁一条新的命令，爱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爱彼此相疼。如果恁若彼此相疼，世间人就知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的阿加贝疼，咱爱学习的佫真济真济。所以这段时间，我说望透过这个爱的真谛这个系列，咱一步一步，一礼拜拢来学一个功课，互咱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知你创造阮，你也疼阮，甚至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也赏赐予阮每一个得罪你的罪人。主，阮恳求你，互阮真实明白这款的疼，也领受对你遐来的疼，分享对你遐来的疼，透过彼此相疼来荣光你，来证明阮就是你的门徒。主，阮是软弱有罪的人，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